煉靈的奇妙秘密。伊萬諾修女訪問瑪利亞閃馬第2集。瑪利亞舉咗一個令我印象好深刻嘅例子，我想同你哋分享一下。有人託瑪利亞喺煉獄裏面揾一男一女嘅靈魂，出乎委託人嘅意料之外，嗰個女嘅已經上咗天堂，而嗰個男嘅仍然喺煉獄裏面。其實嗰個女嘅係因為墮胎手術而死嘅，而嗰個男嘅係在生嘅時候經常去教堂，過住好虔誠、好模範嘅生活。就因為咁，瑪利亞都以為自己搞錯咗，再追尋下一啲資料，但係原來的確係真實嘅。佢哋大約都係同一個時期死嘅。嗰個女嘅就好真心，深感痛悔。佢好謙遜，嗰個男嘅就經常去批評所有人，經常抱怨，經常講人哋嘅壞話。就正係呢一個原因，佢喺煉獄就係咁耐啦。瑪利亞總係咁樣話，我哋唔可以只係睇人嘅外表，其實違反愛德嘅罪過，例如唔肯接受我哋唔喜歡嘅人啦，唔肯去同人和睦，唔寬恕其他人，以及埋喺心裏面嘅怨恨。瑪利亞又舉咗一個值得我哋深思嘅例證，一個佢認識嘅婦人嘅故事。呢個婦人去世後落咗煉獄，佢去嘅嗰個係最可怕嘅煉獄裏面，受到極度嘅痛苦。當佢嚟揾瑪利亞嘅時候，佢解釋咁話，因為佢有一位女朋友，佢哋之間因為佢嘅緣故有好大嘅仇恨。雖然佢嘅朋友多次咁樣求佢和解，多年嚟佢依然係懷住呢份嘅仇恨。每一次朋友求平息修好，都被佢拒絕咗。當佢病重嘅時候，佢嘅朋友又要求佢和好，但係到臨死嘅時候，佢仍然係一樣咁心硬，拒絕咗。我認為呢一個嘅例子顯示咗積怨嘅重要性，又說明咗我哋所講嘅話可以有好大嘅破壞力。我要再三咁強調，批評同埋怨言的確係可以置人於死地嘅。相反，一句好嘅話可以平息一切。瑪利亞話俾我哋聽，乜嘢人最有機會升天堂啊？就係嗰啲心地善良嘅人啊。愛係可以覆蓋好多罪過噶。係啊，聖保祿都咁樣講過噶。咁我哋可以喺世上做啲乜嘢去避免落煉獄而直升天堂呢？我哋應該幫助煉靈，因為佢哋會回報我哋嘅。我哋要經常懷住謙遜，呢個係抵抗邪惡同埋魔鬼最佳嘅武器。謙遜係摒除邪惡噶。我唔能夠唔話俾你哋知 Berlu 神父嘅見證。佢寫咗一本關於煉靈嘅書。神父係提及煉靈點樣幫助嗰啲以祈禱同埋受苦為煉靈帶嚟解脫嘅人。神父係咁樣寫嘅：當佢死去嘅時候，差唔多已經逃離咗魔鬼嘅掌握，但係又被陰間嘅軍隊將佢重重嘅包圍住。臨終嘅婦人痛苦咁掙扎咗好耐，忽然之間睇見到一群美麗光耀嘅人進入咗佢嘅住所。嗰群嘅人同魔鬼打鬥，仲走到佢嘅床邊，用好似天上嚟嘅說話去鼓勵同埋安慰佢。佢用最後嘅嗰一口氣，高興咁樣去講：你哋係邊一個啊？對我咁好嘅人到底係邊一個呢？嗰啲好心腸嘅訪客就回答佢咁話：我哋而家係喺天堂啊，係因為你嘅幫忙，我哋先至能夠去到呢個光榮裏面。我哋好感謝你啊！
所以嚟幫助你走過呢個永生嘅門檻，從受苦嘅地方將你救出嚟，帶你到永樂嘅聖城。聽咗呢啲說話，呢個臨終嘅婦人面帶笑容，合上雙眼，喺主嘅平安裏面長眠。佢嘅靈魂就好似白鴿一樣咁純潔。喺天主台前有好多保護者同埋中保，嗰啲係佢曾經幫助過嘅年齡，被判定為堪受光榮。佢喺嗰啲從煉獄裏面救出嚟嘅靈魂嘅歡呼同埋祝福裏面進入咗天堂。但願有一日我哋都有呢一種嘅喜樂，因我哋祈禱嘅幫助而脫離煉獄嘅靈魂，對我哋非常之嘅感激。煉靈對我哋肯定有明顯嘅幫助。我特別向你推薦，我哋應該親自感受一下。佢哋的確會幫助我哋，佢哋知道我哋嘅需要，更會為我哋求得好多恩寵。瑪利亞，我想到十字架嘅右道啊，佢為耶穌做咗啲乜嘢，使耶穌對佢話：今日你會同我在一起呢？佢謙卑咁接受咗痛苦咯，認為係公道嘅。佢更加鼓勵左道接受懲罰。佢敬畏天主，表示佢嘅謙遜。瑪利亞閃馬又舉咗一個例子，證明一宗嘅善行可以抵償咗一生嘅罪惡。讓瑪利亞自己講俾你聽啊。我認識咗一位20歲嘅青年人，佢嚟自隔離村嘅，佢住嘅村莊受到一連串山崩嘅摧殘，死咗好多人。有一日嘅夜晚，呢一個青年人喺父母嘅家中，佢聽見鄰居被山崩淹沒，佢聽到刺耳穿心嘅呼叫聲：救我哋啊！快啲嚟救我哋啊！我哋被崩下嚟嘅山活埋啦！佢就從床上邊跳咗起身，趕快咁從樓上跑咗落去救人。佢嘅媽媽亦都聽到叫救命嘅聲，佢阻住咗大門，試圖阻止佢出去。媽媽就咁樣講啦：唔好出去啊，等其他人去救佢哋啦，唔一定要我哋噶，外邊太危險啦，我唔想你去死啊！但係青年人被嗰個呼救嘅聲音感動咗，好想去救人。我要去，我唔能夠任由佢哋咁樣死噶。於是佢就出咗去，可惜喺路上邊，佢被滾落嚟嘅大石頭擊中咗，死咗啦。佢死後3日嘅夜晚嚟到揾我，對我咁話：為我奉獻3台彌撒啦，我就可以脫離煉獄啦。我就將呢一啲說話話俾佢嘅親友聽，佢哋聽咗之後都好驚訝。佢只係需要3台彌撒就可以脫離煉獄啦。佢嘅朋友對我咁話：如果你知道佢生前係點樣作惡多端，你就唔會想處身喺佢臨終嘅時候啦。呢個青年人對我咁話：係咁樣嘅，我冒住生命危險去救其他人，係純愛嘅表現。就係因為咁，天主咁快就歡迎我去天堂啦。係啊，愛德就係蓋住好多罪過噶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愛德係好重要嘅。出於自願嘅一個愛嘅行為，已經足夠淨化呢一個生前放蕩嘅青年。瑪利亞又補充咁話：其實呢個青年人如果唔係因為咁樣死去，佢可能冇機會再做出呢一個偉大嘅愛嘅行為啦。佢可能變得更加壞。慈悲嘅天主喺佢行呢一個偉大嘅愛行而變成最美麗、最純潔嘅一刻，就接咗佢走。喺臨終嘅時候，最重要嘅係將自己完全咁屈服喺上主嘅聖意之中。瑪利亞亦都提到另一個嘅例證，有一位4子嘅母親臨終嘅時候冇反抗或者擔心，反而對天主咁話：
假如呢一個係你嘅旨意，我願意接受死亡，我將我自己嘅生命交付喺你嘅手裏面，將我嘅兒子交俾你，我深信你會照顧佢哋㗎。瑪利亞就咁話啦，因為佢全心信賴天主，佢避免咗落煉獄，而可以直升天堂。因為咁，我哋可以話愛德、謙遜同埋完全嘅交託俾天主，係直升天堂嘅3條鎖匙。瑪利亞，乜嘢係最有效嘅方法去幫助煉靈脫離煉獄呢？最有效嘅就係彌撒聖祭咯。點解會係彌撒嘅？因為耶穌基督為愛我哋而奉獻咗自己。耶穌基督將自己奉獻俾聖父，係最完美嘅奉獻。司鐸代表天主，其實係天主將自己為我哋而奉獻咗自己，犧牲咗自己。對嗰啲喺世上好重視彌撒嘅人，為佢哋奉獻亡者彌撒係特別有益㗎。為亡者望彌撒嘅時候，就應該誠心祈禱啦。假若亡者生前亦都曾經係誠心望平日彌撒，如果時間許可嘅話，死後就為佢哋奉獻彌撒，佢哋會得到特別嘅效益㗎。正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啊嘛。喺出殯嘅嗰一日，煉靈可以清楚咁樣知道我哋係唔係真心咁樣為佢祈禱，或者只係為咗循例出席喪禮。煉靈話為佢哋流眼淚對佢哋冇咩益處，只有為佢哋祈禱先至係最有益嘅。佢哋成日都投訴出席喪禮嘅人只係識得喊，從嚟冇向天主祈禱，對佢哋完全冇好處㗎。關於彌撒聖祭，我想複述一個美妙嘅例子，係阿爾斯堂區司鐸聖約翰維雅納同佢嘅堂區教友講嘅。孩子們，有一位聖善嘅司鐸嘅好朋友死咗，司鐸好熱心咁為佢嘅煉靈祈禱，求主賜佢安息。有一日，天主使佢知道佢朋友喺煉獄裏面受到極度嘅痛楚。呢一位聖善嘅司鐸認為佢可能做到嘅，只有為佢朋友奉上彌撒聖祭。當佢成聖體嘅時候，佢就拎住聖體咁樣話：永生嘅父，讓我哋嚟一個交換。我朋友嘅靈魂喺煉獄裏面，你嘅聖子嘅聖體喺我手裏面。咁樣啊，良善慈悲嘅天父，我將你聖子嘅聖死同埋苦難嘅功勞奉獻俾你，以免除我朋友喺煉獄嘅苦啊。天主應允咗佢嘅要求。事實上，當佢舉揚聖體嘅時候，佢就睇見到佢朋友嘅靈魂喺光榮嘅光耀裏面升到天堂裏面。天主接納咗佢嘅交換啦。孩子們，當我哋想幫助我哋至親嘅靈魂脫離煉獄，我哋可以照樣做㗎。讓我哋藉住彌撒聖祭，因子耶穌嘅聖死同埋苦難嘅功勞，將佢奉獻俾天主。天父係唔會拒絕我哋任何嘅要求㗎。仲有一個好有效嘅方法係可以幫助煉靈嘅，就係奉獻我哋嘅痛苦同埋補贖啦，例如守齋啦、氣絕等等，以及唔能夠自控嘅痛苦，例如病痛啦，或者係哀悼親友等等。現在我哋先喺呢一度暫停一下，讓大家喺剛才聽到嘅內容裏面去消化同埋思考一下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